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！咁咧今日咧我哋就翻到嚟，因為咧各位朋友就咧就話，不如叫我就教你大家魔術啦。咁我就上網查一陣，就學咗2樣魔術，有2沓牌，一沓咧我就未用到。等我一陣，你先試下我哋。然後我就攞一個數字咧，去什麼加插任何特技，咁咧但係點樣整嘅咧？西蚊花4張出嚟先，好簡單嘅啫，都唔知你睇唔睇？嗱，呢度你將嗰4隻意思揾晒出嚟先，擺面。然後你叫我啱先洗牌嘅時候咧，我不斷將啲牌向後擺，冇將啲牌擺過喺度啊。然後將佢分4沓，然後將即係分4沓啦，即係啱先洗完嘅，將佢分4沓擺到。然後咁樣派，咁自然全部都係意思啦，係咪？全部都係啦，呢個魔術就係咁簡單啦。呢個咧就可能複雜少少。首先佢攞翻一張出嚟，就最尾呢張啦，呢張係7，都係7啦。咁然後就擺數6張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張，然後呢張就會第7張擺上面，然後閂埋佢之後就求其講一個數字，譬如我啱先話11啦，咁咪2、4、6、8、10、11，咁咪係咯。咁大家要記住啱先我數到7嘅時候，即係8啦，啱先雙數，咁其中一張咪7咯，咁呢張咪係咯。即係你成沓過俾佢，明唔明？咁你點樣都係，然後我啱先咪數到11嘅，我假設係咁大沓啦。咁你自然你咁樣掹出嚟，第1張咪就係7咯，咪就係你啱先嗰樣嘢咯。好啦，咁我今日嘅魔術咧就教到咁多啦。係咁啦。如果你下次想再學多啲咧，就記得訂閱我或者 like 我影片，咁我知道你想唔想再睇我教嘅魔術啦。係咁先啦，拜拜。